点点，他把作业簿放在学校抽屉，忘了带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是忘记撕谱哎，所以没办法下功课了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没有带什么啊？我说撕谱哎，就是作业簿，忘记带回来，所以就没办法下功课写功课啦。彤彤姐姐怎么办呀？好了，点点，你不要担心，你4岁哦，现在时间还早啊，我陪你回去学校看看老师还在不在教室，这样子就可以拿回来喽。我也陪你们一起去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所以小朋友，你要记得哦，在学校啊，要放学回家之前，要先检查看看抽屉里面还有没有东西忘记带回来。走吧，我们赶快去拿撕谱哎，回来下功课喽。走吧。好啊。撕谱哎，作业簿。撕谱哎，作业簿。哇，小蜜，你的撕谱哎，好可爱哦！我也很喜欢，这是妈妈新买给我的哦。哇，那我也要去买一本新的撕谱哎。下功课，写功课，下功课，写功课。小蜜，你怎么还不下功课啊？我想我晚一点再写了。你如果乖乖的下功课，等一下写完我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啊？冰淇淋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写。只有吃的才叫得动小蜜哦。撕谱哎，下功课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了，拜拜。